主啊，2025年12月15日，每日圣安宫读经，遵照上帝的命令。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尼米记12章27节到47节。现代第一版圣经尼希米记第12章。耶路撒冷举行城墙奉献礼的时，人民去利未人住的所在，邀请因来参加。爱因唱歌感谢，用钹、瑟、琴伴奏，欢喜庆祝举行奉献礼。献死的对耶路撒冷四围的地区，甲尼多法的乡镇来聚集，搁对别革甲、对加巴甲阿苏马威的地区来，因为献死的伫耶路撒冷周围有建立因家己的庄舍。祭司甲利未人洁净家己，洁净人民以及城门甲城墙。我带犹太的领袖上城墙顶，将俄勒感谢的人分做两大队。第一队伫城墙顶对南边往粪扫门去，缀伫因后面的有何沙雅甲犹太领袖的一半，搁有阿撒利雅、以斯拉、米苏兰、犹太便雅悯、示玛雅、亚利米。这个祭司亚拉巴，缀伫后面的有撒加利亚，伊是约拿单的囝，约拿单是示玛雅的囝，示玛雅是马他尼的囝，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囝，米该亚是撒克的囝，撒克是阿撒的囝。撒加利亚甲伊的同事示玛雅、阿撒列、米拉来、基拉来、马埃、拿坦业、犹大甲哈拿尼，拢摕上帝的仆人大笔的乐器，经过教师以斯拉做头前。因伫专门的对面，对大笔城的街仔上城墙，经过大笔王宫的顶面，往东边去到水门。第二队俄勒感谢的人行倒边方向，去甲第一队相拄。我甲人民的一半缀因的后面，伫城墙顶经过路楼去到看墙，搁过以法莲门、古门、西门、哈兰业楼、哈米亚楼，去到阳门，伫警卫门停卡。这两队俄勒感谢人徛伫上帝的殿，我甲班长的一半嘛徛伫遐。祭司以利亚敬、马西亚、米那民、米该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甲哈拿尼亚拢亚拉巴。因的后面阁有马西亚、示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翰兰、马基亚、以兰甲以谢。以斯拉希带献死的大声称赞。迄日众人献真侪祭物，嘛真欢喜，因为上帝互因非常快乐，妇人人甲囡仔嘛拢欢喜庆祝。耶路撒冷欢喜的声对真远就有听到。迄日有一寡人受指派管理府库，因为因有照律法的规定，为着攻击祭司甲利未人，将逐乡镇的田园所收成初熟的果子1/10的奉献，甲逐款的礼物拢放伫迄内面。犹太人民对祭司甲利未人的服侍拢真满意。
因遵行上帝的命令，守洁净礼，献死个甲守话，嘛照大卫甲伊个囝所罗门的命令安尼做。伫古早大卫甲亚撒的时代，就献死个甲指挥，阁有学乐感谢上帝的诗歌。伫所罗巴伯甲尼希米的时代，以色列人民将逐日应得的份额供给献死的甲守话，阁将要供给利未人的份额分别出来。利未人嘛将要供给亚伦子孙的份额分别出来。遵照上帝的命令，2004年，中国出资企业制作的三 A 游戏《乌神话：悟空》，一杀上市就造成国际轰动。知名政治人物赵少康为这伫社群媒体发文：悟空乌神话大举反攻西方文化。即期台湾拥有强大的软硬体技术，为甚物做袂出来？这引发讨论的面虽然无同，但是可见台湾社会整体并无偌济支持，甲钱开点伫游戏的制作顶面。有网红拍影片咧讽刺父母无要互囡仔接触游戏甲艺术相关的事物，有人直接讲甲钱摕去炒房较稳赚的，那着爱淡点游戏的产业。搁较毋免讲一寡较保守的基督徒父母根本无要互囡仔接触其他文化的神话故事。一般来讲，多数人的价值观往往决定社会的样貌。那安尼，教会爱传递的是甚物价值观？这是今仔日教会需要审慎思考的议题。年米记一路读落来，通知耶路撒冷城墙早就已经修建好，但是奉献典礼却迟迟无举行。当然，一场奉献典礼必须先做足准备，譬如讲排练圣城仪式的行路甲位置，献唱的诗歌，各种礼服甲物品，这个拢袂当马虎，也需要时间准备。但是背后更较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价值观。这阵回归的犹太人，果真会当照长龙时大庙王所立的规范，依照上帝的心意敬拜无？爱所有人照规矩进行各种仪式，并且同心合一，毋是一两天就当达成的。百姓需要透过信仰教育，一点一滴改变错误的价值观，才当调整好脚步，同心向前。检采这才是年米迟迟还未举行奉献典礼的主因，因为安尼，当一切准备就绪，奉献典礼是先对洁净仪式开始，象征脱去过去错误的生命价值观。接续由省长尼希米和祭司以斯拉分别引导队伍，代表全方位的带领，因事成了后会合做伙，抵达圣殿的区域，象征透过漫长的信仰旅程，才当达到成圣的地步。了后因大声学乐，献上礼物予上帝，人人拢充满喜乐。爱人甲价值观调整到甲上帝的价值观一致，这无容易，因为并无简单的标准流程，通照安尼来做。咱必须
掀开圣经，慢慢读上帝话，甲圣经的故事读入心内，搁默想这个故事中上帝的作为。莫感觉麻烦，莫讲无时间，也莫逃避甲上帝的独处。爱提出勇气，掀开圣经，细字思量上帝的话语。爱认真反思咱的价值观，甲上帝的价值观倒位相符合，也是相违背。这就是咱洁净仪式的开始。然后按部就班，亲像在设圣城围墙，一步一步行这条灵修生活的道路。每去路一点点仔错误，咱就往成圣的路进前一步。每建立一个对的价值观，咱就会哪靠近圣殿的躯壳。最后，咱会互上帝的喜乐充满，搁大声唱歌。默想，我最近一遍互上帝的话语提醒搁悔改是甚物时阵？我的生活有因为价值观改变更新无？我最近一遍互上帝的话语提醒搁悔改是甚物时阵？我的生活有因为价值观改变更新无？咱来祈祷，恳求圣神光照我，互我的罪孽显露，通互我会当谦卑伫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